大家好，24節氣小滿以為物至於此，小得盈滿。一般在5月到6月間，北方麥類籽粒開始飽滿，但未全熟，因此得名。此時氣溫升高，雨水增多，濕度上升，人體容易感到悶熱沉重，汗出不暢，整體較為不舒服。中醫認為汗屬心之液，過度出汗會耗損津液與元氣，以致虛弱。因此運動要量力而為，避免劇烈流汗，可選擇太極、慢跑或散步等溫和運動，並遵循道家順時節律，日中活動，早睡早起，守中養真，保持心境平和，避免情緒波動加重身體負擔。飲食以清淡為主，建議多吃利濕清熱食材，赤小豆、耳耳仁、綠豆、冬瓜、青瓜、黑木耳、番茄等，少吃肥甘厚味與油膩食物，以免坐濕傷脾。運動後適量飲水或淡鹽水補充體液。道家提倡養性寧心，可多從事陶冶性情的活動，如賞景、書畫或園藝，讓身心隨季節而安。最後，小滿應順節養生，清淡補水，靜攝情志，隨時節而安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